言扮演 C 扮演。你整，看你各位，我扮演啊，所以我扮演呢就好身呢。目光了山来高啊！王小妹，人民吧。哎呦，实在。三姑娘啊，冲啊，心无愧哟，无错我的心酸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强下来。乡亲朋友啊，今天 PK 赛7米礼拜哈，哎呦，但是准备好吗？有一般的线数，嘿，我准去是7家嘛。我俾讲起啦，係啊，比赛真係冇辦法，係啊淘汰賽1-1 PK，係啊冇，辦法啦，PK 就要用。係啊，所以較較認真的，我們點解會留下來，咪會轉移哈。好啦，今日比賽之前，記得評審團長咧。好，葉家韶先生、齊澤偉先生、齊思偉先生、羅桂麗先生。PK 賽比賽規則：參賽者兩殺一組進行 PK， 分數下低也係無達到88分嘅人暫時淘汰。喺評分就由評審開會討論看乜嘢呀？嘿，楊亞組先出了哈看，PK 組先出誰的一名，面相？八米啊，看先出多滿人哈，來。哦耶！喺慢人調看一下，哇！啊，哦，小妹妹，來，莊榮軒啊，嗨，莊永賢，來到舞台當中，大家长得当两个丸子很可愛。長大了哈，這次你願好，意啊哈，謝謝，安尼輔導呀，我韓國係咪？係啊，啊，較強出多滿人有切你。夢娟姐姐，夢娟姐為什麼？孟娟姐，你佢上擺老愛強下比賽，佢拿最高分。真的哦，拿最高分。你那比呀比呀那，呀，第二大比的是這樣，哦，給拿分數挺高。係。哎呦，所以你盡量多多記住上。來，看是不是抽到他的。幫你拿一下。嘿嘿嘿，拜託拜託。七家族哦，七家族哦。哎，七家族，七家族。哥哦，嘿嘿嘿。歡迎啊，歡迎啊。哎呦，看樣子，黑曼吉。來，蔡明健。蔡明健。好玩，來。好恐怖哦！這個沒辦法啊。嘿啊，七家你自族的哦。己抽的啊。對哦。你不能怪誰哦。對哦。哇。哇，夢娟姐姐，孟娟姐姐，你這個有送嗎？一起加油！一起加油！你本來最怕是抽到誰？我本來啊本來都不怕麗袁麗珍。珍，麗珍，哦，你怕抽到他哦我？覺得個子小小的都很會唱歌。哦，真的哦，對因為他那個丹田比較近離那個喉嚨比較近，那一下就衝出來了。應該是吧？不是嗎？那我的丹田還蠻遠的。哦，你比較遠，所以你丹田比較大顆啊。我除了胃就是丹田了。對啊，那就他抽到你哦，那你就要跟他拼哦。好，謝謝不要。贏他嘍，謝謝。好，那榮軒要唱什麼歌？如同走下，有同周下，哎後堂來孟娟姐，我唱《遠遊夢》。好，來，有夢躺過來，好，躺過來。如头发发胖又不好，斜发勾挂在桐树旁，风吹走地球拍洒，就弄进每一眼忧伤。
两米无可能过路线啊，吼，无可用嘅枫叶，对呀，因为今日记做嘛，我创一条歌的嘛，艳阳梦系啊，啊，唔啲咧，唔对啊，唔啲啦，唔对啊，上禮拜比賽時間冇衝到嘛，衝冇，係啊，上一拜唐公主的 PK 时间，係啊，对，然后被干掉我们。老师特地教我要让我来比赛唱，哦，那你本来就是想要唱这一首歌，还是结果就没唱到，上一次沒唱到，這次來圓夢，所以这次趕快唱啊！對啊，萬一又沒唱到怎麼辦？就可以練新歌了，準備練新歌了啦，係冇？對，唔會啦，這首歌好聽啊，後堂，嘿，就是好他吧。反應很大。你很不會聊天，不會聊天你說我們主持人不會聊天，那你聊嘛？他更毒我跟你講。哎呀，沒啦，還好。哎呦，他還是學校的這個熱音社主唱哎，哇！你們都唱誰的歌啊？不一定哎，不一定，大部分呢？就是你都唱誰的歌？我最近有在練一首鄧紫棋的歌，鄧紫棋，鄧紫棋的都是高難很度厲害的的，呢。泡沫還是什麼？倒數，哦，沒有走的默契，沒有照相機。是這樣唱嗎？不是，不是吧？哎，要不然怎麼唱？怎麼唱啊？一點一滴，每一天珍惜，怕突然來不及，好好的愛你，時間一直倒數着，我們剩下的快樂，此刻少了狂熱，這永遠都深刻。哦，這種節奏聽起來就是不一樣啊！哎哦，那現場感就不一樣。不一樣啊！哦，很厲害，很棒。對啊，那你們那個樂團是有出去表演嗎？還是什麼？現在還是都在練習，還在練習。對，哦因為我們現在才高一。哦，那很棒嘞，是一個樂團哦。對，樂團，他有沒有想要以後要有什麼發展？就自己單飛。只是興趣而已。你像他也組過好多個樂團啊。對，一直閃團。一直玩了一兩個年。對，就閃團的，對。沒有了，我們這樂團很久。但是就是興趣，然後就是一直堅持下去。堅持下去。對，就來主持了，金曲歌后，主持算是他轉換跑道了。這個兼差啦，他最主要是唱歌。衝歌啦，黑啦，對吧？繼續加油，還有賞，還有賞。兩位衝的唐先生公平，來，嘉修老師，來，榮軒，你家衝客家歌最高音，你的衝法是唔衝，所以你的高音其實還可以再高，然後低音就變得太低了。廖叔國是愛我的啊，然後你剛剛示範那個歌，只要嘴巴這種過去的時候，就忘記了你要把那個聲音放得很尖。你做的衝喊那狗，而且用丹田的力氣在唱歌，所以我還是建議講，廖中國你在以後在唱歌的時候要注意，你就定 key，然後唱歌盡量用丹田把它唱出來，好。然後孟娟哦，我是覺得你客家歌你不太會講客家話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就難怪。對，冇學過嘛，哈，就硬學的，所以很多字的咬字都不太對，比如說蒙啊、懂啊這種客家話的咬字很特別的地方的鼻音啊什麼，你都要把它咬清楚，這樣你才不會覺得，聽起來那個歌就到尾巴就不見了，這樣好不好？好。陳先生，唱詩篇先生。榮軒，其實我覺得給必就在講，我們剛剛講了很多的，就老師也講了很多的東西。不過給必就在講，其實啲線嗰個部分啊，因為兩個上線，然後條擺真件查動到，好，真件查動到，可能你切價沒有調整，所以你唱其實亞叔嗰個要同組合喺條擺兩個上音來唱，我知道當時嚇，好，不過呢長大了嘛，總是會有換心情的時候，所以可能在選歌的時候，你可能要稍微調整。所以剛才雖然 key 國外 key 都較大，其實你還是可以唱，我覺得還是可以，只是你在運作的時候沒有運作得很好，這比較可惜。難怪呢，就有一個地方，我覺得你比較需要訓練的地方，就是比較細，這比較細，就喺後半拍進拍的部分。尤其還有唱副歌，有童話沙啦啦
落下，有童话。这个是第2拍后半拍进，第4拍后半拍进。按你狗曲给狗型的部分，你的律动会容易在这边晃动，在这里晃动，所以听起来进去的时候就会显得很不整齐，听整个都是散的。所以我还希望讲，因为重拍在第3、第4后面，所以有童发沙啦啦落下，有没有？沙我会唱的比较重，有童发是不是就会比较听得出来那个后半拍的状况？这个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吼，好，那我就会讲呢，孟娟姐，其实我觉得你有很好的唱功。我觉得哈，用听你的声音的话，就可以感觉到你的音质非常好。现在就是说，可能你在运气的过程，你太没有办法往下沉，所以你的声音的气度都会有中断的现象，或者是波形太大。从各位可能要注意到，我们要注意到声线的感觉，从头到尾要注意一个声线。你要做波形可以，但是不能上下跳。好，比如说针对字而已，这样子跳的话，会让人家听起来不舒服。好，可能你要注意到整句的线条，而不是只有单个字而已。好，如果你只太斟酌在单个字，就会容易让人家不舒服，可能要小心这个。OK， 谢谢老师，谢谢先生。好，来看分数。好，先来看总永贤的分数。91分，做得，可以啊，强的分数，强，唔通下面，蔡明健嘅分数。一个啦，你要说那么多个，你要比几个 ？PK 几个 ？Sorry， 这个也很恐怖哦。这也很恐怖吗？是很恐怖哦。哇！蔡明健嘅分数。一语成谶。还好啦，他那一首歌有唱到。有啦。这搞不好老师讨论还可以再让你回来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 ，OK，好，恭喜你，恭喜荣轩，好，谢谢，回座休息。好嘞，杀好了。PK 赛真的好残忍哦，一下就搞退了。来，小马哥。哎呦，小马哥你好忙哦，你一个人要做好几个人的事情。对呀，而且，对呀，接下来换他主持，因为我们主持人被说不会聊天。演力整，好来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。好了，你本来很蛮影响来，妈妈。阿姊哈，阿姊嘞，阿姊淘汰了啊！这一设计家是吧？对啊，姜搞阿姊冲过嘞。系啊。hem gì hem 再来。系啊，好编好张来。好。也还有5名，请讲出到没？张嘉轩，怎么会？他看起来很 peace 哎。对啊。他是我朋友的小孩啊。哦。不能自相残杀，打坏感情就对了。对啊。不会，他很 peace，他应该不会怎样。对啊。我看他。好。我看他好像。张嘉轩。哦。一个，你要抽那么多个。PK 几个 ？Sorry。这个也很恐怖哦。这也很恐怖吗？是很恐怖哦。哇！朱家庆。好来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。舞台头，帅。哇，这个衣服，很有设计感。真的看不出来你是做嘛改给资源回收，环保打扮就是跟艺人一样，比艺人还帅。对呀，机会难得，给他做出来。比土豆会强嘛？小可啦，木本小炉土豆如何嘞？小炉。哦，你较讲义啊？他讲义哦。好双条的呀，他又是本科系。哦，好，看一下哦。好了，按你的唱法讲。摸板狗，安逸嘞。本黑英雄，董事汉，来谈过了。
马匹，梦想空空。人生在世，时运不同，事业成功只求一条龙，真威风。胜利世界，浪漫世界，就将伊迷踪。有了平庸，一定会赢啊！你后半生，本本很英勇。世界就将伊迷错，有了平庸一定会赢啊！以后半生本本很英勇。哇，两米都还没冲，嘿哦，系啊，用板。平胜难平哦，难平了，系啊，感冒吼，我而家尝试沙沙，哑哑，清洋葱啊，清洋葱哦，哎呦，吓到，现在流感，哦呦，哎呦，这样我们全部要居家隔离。对，今天人家在建议，制作人在建议我说要去打那个流感疫苗，真的。啊，有较好吗？有啦，有张较好，那有看帮我冲。我条冲得很轻厚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还有果蝇的部分有点哑，但是那个也是一种味道，跟那种米头。哎呀，啊，其较好够啦，其讲伊讲出豆加轩嘛，其伊咪累都哑，提聊天，张提讲，哎呦，那朋友来哦，哎呦，好巧哦，很巧啊。所以你为了要好好照顾他，就不要抽打他，不想赢他。也不是啦，就是不要两个不要 PK 啦，不要两个不要 PK。哦，给好点毛嘞。啊，算很有良心了。嘿啊。后来，廖必忠的唐先生的公平呢？张必先生。好。今日阿 King 哥真嘅唱当好，你嘛，你这个唱当好跟间奏以前，我觉得我都愿意给你到满分了。唱到唔免讲感冒啊用白型，你给唱罗太哥讲的，给嗓吼有那个烟嗓，反而更能够显现你让演技塞到唱两首歌可以跟咪西本很影响。我还知道跟那个很好，因为后面失误了嘛，这个是救起来的，就强的。我讲有阵时吼比赛拢表演重要。唔错就唔错，我要光明正大的错。你点解意思冇？好，本意就经验分享，其他人真係知道我冇問題呢。人整個的律動啦，哈，列出你整這學嘅，你看你各位老扮演啊，說哦，你扮演應該冇學生呢。你咪講冇馬桶啊，佢一開始就扮演太扮演，就冇馬感覺，就我講扮演冇學生嘅，哈，然後講。不管用買各位，還建議你，我上來就有建議你哦。各位拿來成樣比熟，啲上下應該啲模板個係乜嘅意思？譬如講，模板本來被打敗的寂寞也是啊之類的。好，你按你這樣感情，不過這種給你非常的 lucky。好，等一下看分數我明係咩唔啲啊？看其他先生。好，什麼樣？好，下一個李先生。哦，先講麗珍哈，麗珍其實。一次的对你的印象来讲，你也是一个实力派的参赛者，哈。但是呢，今日知道从今日从模板为要素歌曲各方面音准、律动、歌词都 OK， 都非常 OK。但是唐也重视到 sell 的某个东西，当然我发现到了，你勇气给跳紧张嘞，好。但没因为你求好心切关系，或者是你平常练习就会按的，你把自己缩住了，你的实力就没有开来。发现你从国语面时间点都有多少位有了实力表现出来，但是从主歌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子的张力。
唱歌的张力很重要，它是表情，也是吸引观众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尬时光立正，你能够把你的张力表现出来的话，评审会很喜欢，也会给你多加分数的。也很不能建议，好不好？好。再来阿庆哥哈，阿庆哥东大宋呢，人家歌上按好，就像前面在位时常讲的，人家上演创业类的歌曲，影响类部分係影響冇問題啊，因為做得 OK 過關。做乜嘅會跌破一定正嘅東大宋，嗱今日也一團跌破唔怕，還要把評審耳朵拉大聽我後面的表演，希望你們把我分數救回來。有這種可能嗎？有，一聽有，給自己信心，就會把你的那個缺點救回來。也還不建議，不要因為一小句毀了整個一大片。他是啥意思嗎？他是啦啊，好，加油，謝謝。好，謝謝。好，哇，你看你跌破還有猛到，差一點咳出來。差一點咳出來啦哦，有陣時那喉嚨太癢了。降多，係啊。好，來看先來看分數哈，先來看演練這跟分數。好。哦，90哦，真高分誒，嘿。哦，安尼叫跌破可能個分數也唔看一下好主台歌嘅分數哈，主家聽嘅分數。唔呢家是講冇跌破，解係4分，就92要強分，2秒強啊留下來。啊，以後誒天下太平，對冇？冇安好嘅事情有陣時，就會冇辦法，係啊，感冒，唔係，先生看啊好嘅送，先生我感冒還會留下來哦。哦，係啊，唔怕啦，好，我先注意身體養好來。係啊，係啊，恭喜你哈！好，謝謝，謝謝。好，謝謝兩位會座休息。小馬哥，哦，你一天要進來幾次？搞不好最紅的是你，我跟你講。哎呦，盧伯準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。4啊個誒，做咧本嚟出道啊，你去講好啦。你看下出道，唔係本幾日都出道。係啊。你切架出，唔切架嘅。係啊，都看人運氣咯。哦，純啥咩？就純都罵啥？純張家萱、楊天敏、還有鍾嘉賢，還有范思允。哦3V 應該係思允嘛。哦，思允姐姐。思允姐啊。係剛剛啦，有談到佢冇被練習啦，練唱嘅時間有談到啦。哎呦，真係哦。哦，因為幾點？佢本身咧做生意，吼，要賣東西，所以安尼係相對較好。誒，冇看，冇看。哎呦，有冇？剛剛，哦，佢個籃球啊！哎呦，哈哈，黑馬啥？嘿嘿，嘿嘿，好玩就是這樣子。哎呦，經營出道呀！墨菲定律。哎呦，范思允，范思允，哇，思云大姐，哎呦，好玩，出場就不一樣，氣場很強，有嘛？對。哎，他哦，摸你傳統組嘛，哦，等下有比唔到過關冇？係啊，你先拼啊，看過關。先攞嘅喺上面拼一下。係咪？哦，要講幾嘛？還好啦。還好，身經百戰。他是本科系的哦。對啊，主修科。要懂得演講哦。係啊。係喲，好冇？是下馬威嘛？下好，你要唱什麼歌？我呢，今日帶來誒最強嘅阿婆。最強嘅阿婆。阿婆台主台啊。係啊。那你呢？眼神舞台。眼神舞台。眼神舞台，情難。好啦，行多啦，行必須嚟，好嚟。
从细擦擦为散发，手高后日子里，从细做工内容感，自命寻风传中里，擦擦破你在什么？最将该阿婆。人生舞台真难演，一路靠自己，脚步踏稳拄理想，一步一步莫行前，台上演技3分钟。台下83年功，快从前场莫乱冲，一步登天比气空。台上演技3分鐘，台下83年功，快從前場莫亂衝，一步登天比氣空。天改弥陀有青云来，起个过来对不？哦，不，八准，唔创个赢家去跳歌的，对你来讲应该同感想哦。有啦，因为乃这个干讲的泰家嘅阿婆嘿都按用你模式嘿，他家你就是喊重点闲下来啦，是轻柔路啦，是因让我去做事情啊，有一摆呢记得嘿。给茶夫阿婆啦吼，啊脚步是打石膏啦吼，啊是都不下，啊你是黑坤是好嘞，啊去三年是扼茶去吹人是零吹，其实喊下来是错的啦，那是刚刚看形是懂喊啦吼，就是不攀的啦，不攀的啦，心寒这样讲，心寒，是很攀的，舍不得啦，心寒是阿婆做错事情的时候才会觉得用超，阿婆拍谁啦？拍谁？哦，所以都无日无夜吼，做安尼辛苦做。老人家遐样，米都几木卡，像阿妈咪讲呀，系啊，阿妈咪讲呀，做安老人家喊下来，特别看到孙的嘛个，那是阿妈，做嘛个不是，最关心嘛那事情，所以阿婆可能无话本事哈。冇啦，有本来是吃不胖，吃不胖怎么这么好？这个讲这句话气死人了，真的是。
我们喝水都会胖的。对啊，呼吸都会胖啊，其实。都等于哈，你啊，你先没救了。伢就是叫阿妹，伊是叫阿妹多了哈，哎呦，会风痛的啊，我每天就电疗的嘛。哦，真的。哎呦，你当年去做电疗，哎迄风湿啊嘛个。做腰骨啦，腰骨啦，甲红云啊，月子没做好就抽嘞。嘿，嘿啦，冻热甲下冻热啦。哦，哎，唐公娘妹唔在做健身教练。系啊，唔看几好，挨唔好吧？系呀，唔天天娘妹。运动，很娘妹搞我们做运动，那个也是一个很棒的附件。我哋下有学推拿，罗哥很易运通啦。运通啊，这个。哦，精彩了，鸡同鸭讲，这个运动。真的好心虚。好了，还用力冲的，加修老师。不真的，因为你的发声的方式，冇清楚，你会用起点啊看吼，这整个是腰是这样子的，中国高。驼背，然后 hip hop， 所以没有丹田的那个感觉哦。还有客家话底部都像龙音嘎这种鼻音什么，你都没有唱得很好。所以对我来讲还是感觉讲，真大上哦，你就按好个基础啊，哦，就客家话就晓得，就学过 vocal 啊，冲爱用扣1分再说这样啊，好。世云哈，其实讲你唱那歌唱起来，面气是轻柔，不过我还感觉是讲，运用拿传统的唱法来唱这个歌，听起来就是闪国字，然后再唱你的舞台当不会就会闪国字然后，所以感觉上那种面气唔错，对，从调轻管，调到轻高啊，唱到渐还用去上啊，係啦。你一伫咧迄啊，就你感觉做唔错啊，唱那流行歌噶，唔免像人调歌红上渐来唱，嗰种讲法咁样，啊，人家感觉你就去唱某个东西，然后你们 Q 这份来，好。叶老师你的意思讲上一种雕狗狗的，从也从上狗变人生不太轻的难耶。你讲得好笑嘅。係啊，你意思啊？是上嘅，講嘅上音就上來啊，你上來就樣樣，我多多練習。我出世就安尼啊，你袂安怎的？媽媽本來按用啲上過。唔怕，冇聽說嘅私飛情商上係冇通用。OK， 不准哈，我一直跟你強調的是咬絲嘅部分，還記得冇？記得。好，那一直講強調嘅部分，因為慢慢的很多人的核心賽了，所以這個部分一定會是你被抓出來檢視的地方。所以我們在要投前部分啊，全部都要找這個問題，讓你可以順利的在後面的核心賽能夠繼續下去。不過在這裡你出現了你的問題、字的問題，還有人格的問題，這個都是基本字。這個基本字是你一定要調的，這是比較可惜。所以我會希望在這上頭。從國外鋼琴冇問題，哈，雖然因為你是本科系，所以應該還可以，就是在這上頭的基本功可能還是要注意，好。那麼就係世雲姐，其實家睇下強調人嘅用散歌嘅方式唱，唔係記得人家講輕微機嘅嗓音喎，你就會按樣嘅嗓音嗎？你可以放那麼軟啊？流行歌嘅表現方式唔係唔做唔得按嚟唱，因為亞下嘅部分。我需要樣嘅部分，所以你留意先，不用到難嘅地方來用，安尼，不用錯嘅地方來用，就唔會唔錯嘅。因為人唱歌嘅人係人有懂得習慣，就唱我們要刷牙，我們每天早上要做什麼，每天都有習慣。唱歌嘅他有很多的習慣，你係模式他做愛改，安尼係模式他做愛改，安尼好，安尼簡單的脫離啦，好。那我以後講話開始，唱歌會太大。也有可能。好的，也有可能。我要唱一下，看分數哈。好，可以哈，錄把整個分數。
粉冰冰。你生意不足发发哎。对呀，医生衣粉，哦88粉，医生衣粉是太大。医生衣粉哪来粉数？乘以4啊。嘿，乘以4啊。哦，88分，来，看咱那边，范思韵的分数。买哈豆了。哎呀，那不能上过那不能上过5嘞。係啊，5嚟88分。應該係啊，我俾人淘汰，結果哇，87分。呀，欣賞嘅決定，冇辦法。係啊，好，謝謝。那希望也嘅唱歌方式做嚟改變一下，冇強用嘅歌，用冇強用嘅方式。冇用人，冇用人買菜嘅聲音啊。係啦。來，吹啊，一個錢啊，改。係啊，好貴啦好，好，謝謝。哦，什麼？哦，那恭喜你過關哈。邊緣呢，還一把加油哦。加油。對啊。可以。好的，筒子給我來。來。純兩味啦哈，咁咪先唱。好，總價錢。楊啟明，啦，歡迎兩位來到舞台當中。嘉賓等很久了呢。對啊，哇！大家剛一直在念你，都不怕你哈。很無害的一位。唱給他們聽。係啊，把他們嚇死。好，而且這也簽名就劉德春兩個人。係啊，千萬不用抽，送給我。千王啊，千王啊，千王，你看，連最後一位都看不起你。所以唔會講嘅，唔會講啊，冇人講嘅。我馬上就係啊，你都唱咩歌啊？記唔出嘅心。記唔出嘅心，有嗰啲人嘅節目嘅人嘅比例嘅動作。阿二咧，奉田不負苦心人。一條行一個。莫講了山來過啊！較強出到乜嘢？較強啊，出到牙齒。中你看啦，中你看。好，黃小梅。人民吧。人民吧。哎呦！實在。月亮白，唔好看雲快意，命運自家來安排。
人生是海路，又高也又大，一世人难爱忍耐，有心不怕风浪已有海，有心不让天看飘散，味道将来，味道名声，千辛万苦也会开。一份努力，一份殊胜，奉献不负苦心意。有心不怕风浪已有海，有心不让天海已飘散。味道将来，味道名声，千辛万苦也会开。一份努力，一份殊胜。奉献不负苦心意。哎呀，杨先生，两位主持人，我跟你好，先生好。常讲特别啲一下系你作品嘛，没。我之前是职业军人退休，职业军人，当军官。对。我没，我那个是修飞机，我在修理飞机，空军机械学校。哦，那也是有军阶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到什么？我们是修飞机的，是管理兵的，就是士官长。士官长。对，士官长好。就是永远不会生的那种啊。是到底的，很容易到底这样。很容易到底，对。现在是永远升不上去。现在最主要是我的儿子哈，也是接我的部分，他也在念军校出来了。哦，给妹修飞机。对，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现在很辛苦，因为现在是募兵制，有没有？兵力很少，所以在此我要跟他鼓励他一下啦。因为他刚下部队，刚毕业，希望跟他讲，可以跟他讲一下嘛。陈信，你加油一下。为国家奉献是很荣耀的，加油，谢谢。谢谢你，跟小孩啊，没办法面对面沟通，面对面没办法，还要透过电视机。谢这个机会。真的，讲到当兵哦，他比你更像当兵，真的，他一直都做1/3。给抽到给骗哦，1/3啊，1/3，他会这样有，糖果会不会有？以前养成的习惯，养成习惯。你不卡很养啊？军人是假的。以前就是表演老师就会要求我们做乐团的，对。国乐团，对，国乐团拍手还用脚。对，因为他拿着乐器。对，他拿着乐器，然后不能拍手，还用脚。好了，那从来。唐先生的公平哈，这位先生。用啥最后搞来手才出来讲，他们两个都是很极端的。一佛系唱歌法，他觉得太轻。那你也不知道给他干起你那边个军歌唱歌法就长官好，对吧？用啥口口就变，你们两个如果 mix 在一起的话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哎，考虑一下组团好吗？可以。最近咱做当大上就讲，你用书口口都偷了当好，加先啊，拢讲。你唱国语太像合唱团的唱法，你太规矩了。你要学国乐，你看你瞅个 V N 一直以来突然，你还应该贴什么？我们唱国语都不用讲说，要有灵魂，你嘛，看得到你的灵魂才知道你的感情。其实你知道人家伤有感情，比头2拜堂就知道有进步啊。唔讲唱国唱爆米花像眼镜，你知冇？你还动态问题哦。前面个
可能士官长做太久诶，喏，还有你吹奏乐器的关系，所以你特殊歌曲啊，你戏吼要练一下，吼，还有嘛个特殊特技唱太长诶，你知吗？谢谢。那唐乐感情会过多，再加上你的表情，我就想说哇。嘉勋要是有你这表情再 mix 一下，你们两个一定很强。他表情好丰富。他很丰富，给大记住表情，这都唱国用啊，你大记住表情的发，大记住按哪位发，那等于没有感情。其他有嘛问题的发，看桂林欣赏用蛮讲哦，吼。好，那我们唱桂林欣赏。我要讲先啊，便宜低啊哈。太规矩少灵魂，这位。怎么了？刚刚唔讲的呀，哈，跳规矩，真的，少灵魂，哎呦，哦，嘉轩，原来我也让老师，我们心里相通，一致的观点哦，还是你刚刚偷听我讲的？没有开玩笑，所以需要跟四位老师换位置。所以一个歌者他的表现出来是怎么样？其实评审的耳朵是非常尖的，唐东那一 V 是双东那一 V 哈，非常准确的，没有问题。这位老师刚刚共同两重量。嘉轩，你的歌感情的部分很质朴，很真诚，可以打动人。但是就会跳规矩的。再来讲，那个秦敏哈，空中演，俺们没得公关演哈。是的。刚刚唐总讲你是士官长退役的哦，我终于找到你的唱歌问题中那个症结在哪里？我是想，你唱我中嘛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压缩自己哈？我是很唱我同像在背执行带带部队一样，稍息，立正，向右看气，这种感不够，你的气很够，你的威严也很够，但是为什么太直了、太脏了？唱歌不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轻松的，应该是把你的 power 表现出来的。你一定要记住一点，就是唱歌要有感情，不是平铺直冲的。记住这一点，对你的帮助，我想应该是会有的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欣赏。那主席，欢迎下两位的主持。谢谢宽总感谢的分数。落差2-3-2-1啊，吼，89，改了89分，哈，係，下3來看楊顯明嘅盤數。士官長，要是真哦，係名咱冇看。不會啦哈。不會啦，那是愛的呼喚。不一樣的那個角度。對，好。所以這幾個揣摩一下，唱歌部分用嚟加強下嚟，好唔好？是啊，恭喜你過關了。恭喜了，佛系歌手，過關了。好了，謝謝兩位，謝謝，辛苦了，會做休息，謝謝，好，對。傳統組嘅 PK，七米禮拜啦，七米禮拜咧，很夾哦。你 PK 賽音量多啊，係啊，按照比都要我你的骰子嘛，對不對啊？所以一定要慢慢割起啊，才。慢慢的割起，基本要割起四十。哦，所以看人家都願意啦哈，只係看認真就變啦哈。冇錯。好嚟，介紹評審先生。李秋霞先生。張永平先生、曾明珠先生、恰奇哥先生，哎呦，恐怖箱已經來了。對，係我拿當機會。哎呀，做處理 V 啦哈。8 V 當中，可能先主動慢言啦哈。就長期來到舞台當中，來。哎呦。王修遠，我就主動的，幹嘛？你幹嘛？下來，唱下來，麥克風幹嘛？很奇怪哦，按哦。哦，我講報名講王修遠記在旁邊幹嘛？幹嘛？走啦！你是有聽過羅志祥有一首歌啊？是吧？你幹嘛？幹嘛？幹嘛？聽眼咗嘛？啊！哎嘛！睇唔出嚟唱歌嘅啦。唱歌咧必須啦。做得嘛？好啊。做得嘛？我勉強嘛。
7块那样。7块那样，好了好。系啊。较强出到万元。较强啊，手到牙齿。哦。指定啊。手袂指，嘿，顺风亲阿姊啊。系啊。虽然懂残忍但懂我教。希望今年出到伢落来哈。来，注意啊！做唔得看咯，做唔得看。做唔得看咯。好，王秀梅。认命吧。认命吧。哎呦！实在哦。王秀梅。恭喜哦！你还是好看嘞。哎哦，姊妹。即个姊妹打坏感情，莫怪我啊！唔会啦，唔会啦，口都是出来，唔会。唔会啦，哈，唔会，冲过比赛已经那有人冲，系啊，好教的。哎，变个呀，看姊妹慢人冲到较好，慢人分数较好。好，系啊，其他好，老妹较好呀。佢三鬼较大啲。其他冇一题。安人咧做嘛讲？三国志。三国志。安你咧？还没三国志。哦，哎呀，正经的表演哈。董厚平。系啊。好啦，大家来。
出来哦，两姊妹迄个差别哦，伊咧做咧较含蓄哦，系啊，较优秀。然后伊个大名大放，系咪大辣辣的？阿姊啊，是的啊。做含人比体，你阿姊咧说你，想要养伊安尼啊？啊，看演游戏啊，天团啊。其实在台下见听，唔是见到冇见到。你都冇去关心你啊？系啊。对啊，嗰度阿姊加油！系啊，加油！我唔好人家也上下讲啊。我啦，佢喺度唱啦，嗌爭哭咩？姊妹感情真好嘅，係啊。嗌爭哭啊，冇。看先生，看先生，係啊，係啦，係啦，當然要看先生咯。對，但是還要風味嚇。係啊，係啊。對嘛，嗬，係啊，佢平常時佢帶孫嘅嘛。錯。冇帶孫嘅。係啊。沒有帶啊。嗌土兩個孫嘅，有土個兩個中鳳嘅哦。哦。中鳳嘅。哇！跟他嗌做看護呢。哦，你做啊？你之前有講過。做木下唔是錢的啦。哦。木下唔是錢嘅看護。對啦，木下啦。哦，所以容易啊，一辛苦。但是我尋是健康啊，我去學山歌啊，我驚我打鼓嘅。你講學打鼓嘅，我較聰明，較厲害啦。我見打見唱啊，嗬。見打見唱。跳哪跳弄。手腳並用。手腳並用，好像記歌詞啊，用唱歌。哦，跟你去打麻將做嘅啊？哦，梗係要唔曉咧。梗係到條冇冇，唔曉。我打麻將都看唔滿老人痴呆症嘅。可是個哥哥我照睇佢啊。因為聽說你會癢。錯啦。大姑啊，唔會了解。係啊。好啦，要面對現實啦。係啊。兩姊妹講一下。兩姊妹講啊，你係啊，上山。限城市啊！城市啊，好夠啦！觀眾朋友千都看啊你。好夠限城市啊！兩姊妹到底咩為人呢？好，我哋唱歌一下，你先生。先生，超先生，係咪神奇喲？係咪神奇喲？哦，你係講到真嘅，講講出到牙齒嚇，小妹牙齒啊，小妹牙齒，忙啲真件出到去。等下馬上讓唔忙啲啦。好啦，你哋小潤氣哦，三個當太行，啊。太下你很活潑啦，像你個性強壯，你唱嘅歌就像你聲音，像你個性強壯，太下太上哈。講起來，幾首歌嘅唱起來，一言萬一順啦，哦，就咩樣？唔過文章親多親了是哦，你親是人哋歌音，錯了你自家啲哦。呀，自家啲哦。我親唔出啦，按歌啊。係個歌音哈，而且你這親密的音哦，你做了冇法親眼蠻啦，哦，獻歌詞就非常重要，所以你都後背時唱段頭嗰時，都俾人感覺嘅輸音去氣比較還不足。哦，你啊，呢方面哈，所以你要練，你冇頭前嘅睇上係到後背山冇生好輸音啊，哦，我記得啦哈，小妹子哈，做你阿姊嘛哈。今晚出來是人唔講嘅，凊彩唱就好啊。你講三個字先唱歌，三個字先歌詞，講幾擺，盡量唔好用第一句、第三句，唔好盡量唔好用三聲，因為你唱了兩面縫了縫係三聲，你為了做了這事而做不圓滿的，你沒吊上去是帶下來，但為了吊上去，你冇法度吊按歌詞，你第一隻是先手綁是帶潤的嘛。就按你裝法，所以記者是說，你的線兩種嘅歌詞殺裝平板落山歌，比較還冇殺裝山歌詞，哦，所以你喺後尾現在有機會嘅時間，不太該再建議啊，哈，線歌詞非常重要哈，所以你的兩面縫，你有吊上去啦，不過條件就會帶潤啦，哈，還有一面十字一面兩嘅時，感覺你書卷多少帶鹽，提示佢咩係唔掂那個正相縫，哈。兩一面兩張相縫，呢兩條是就表有本嘅感覺個，你嘅輸音氣比較還唔足哈。你本集經驗哈，加油！好，謝謝吳先生，請請佢劉先生。好，後來親難得兩姊妹廝殺哈，按會處哈，迄小圓子，迄小妹子，佢上好創意兩殺身材。賣你身材迄樣，擺兩樣係瘦。正經嘅。小圓子加上較粗獷，啊小妹子加上較優生。佢尾兩殺要去共樣唱三個字，最主要話係
土汤凉茶创始的，因为凉茶饮质属于较低沉的饮，所以我就注意汤也就创。庆中药该开始讲拌料一段菜，给收音机你起泡的时间都是为长。哦，莫讲了给到位，这样的，因为本身创的上当太咸，一太咸落去音乐压迫的，所以加个点。就会有菜色的，也会假使讲有在别法，你就要注意，因为你本身的饮质有，就算生啊，较太咸嘛，也要注意一下。啊，小麦子的话，我家有糖，当然，李老师有讲过，三生的事，较熬是较无熬，也是该听来注意，海摆鲜果子，吼，相当重要。中央量转了水呐，迄水，唔系水呐，也注意你熬丝的。方式，也就是搞要注意。其他来讲，我想两姊妹创强也差无嘛个啦。至于讲买乜嘢，我咩唔敢講。哦。等分數出來就啲，兩邊加油。哦，是這樣，是這樣。啊，你這看分數。看分數，先嚟看落妹吼。黃小圓嘅分數。哎呦。哎呦。很做得呢。係啊。90分啊，很做得啦。哦。冇問題啦，哈。冇問題啦，看一下阿志嘅分數啦，哈。黃小梅嘅分數。山歌兩愛那窗啊。唔係較強出咗嘛呀？父母阿姨。父母阿姨。啥會講嘅？因為。黃小梅嘅分數。哎哦，結果阿志面較強啊。係啊。係啊。唔會唔感染喎？唔會咧，係啊。啊，恭喜你啦！係啊，欣賞看信用嘅真係討論一下，係啊，好嘛？謝謝。按好夠，聽到本轉來，夠哪位啊？想去夠哪位啊？好啦好啦，謝謝什麼？謝謝。有姊妹，王家姊妹什麼什麼？出前面，來。來，我們抽籤小姐，抽籤小姐。夠唔抽？人家明明是男的，你說人家小姐。夠我們抽啦。不過她確實是小姐。我主動啊！哎呦，好來，小妹妹來，年輕妹妹哈，遠遠的。大家好，金娜姐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好，現在還有五位。好。唔要較強出咗嘛呀？父母阿姨。父母阿姨。佢用欣賞會講嘅。因為佢個韻味做得很漂亮。哦，真講啊。其實欣賞特別講韻味青蔥油。好，安尼都看一下，看下有冇出到狀元。好。來，敬總哦。恭喜你哈！抽到。恭喜你抽到。有出到給金獎的嗎？哎呦！你主動站起來了。哎呦！你還冇主案吼？哎呀！黃金修啊！好啦，黃金修。哦，黃金修啊！係。因注意看人牌的，哎呦！有冇主案好呀？看得到。千里眼呢？冇拄好去瞄到了。他很會唱呢。嘿啊！哎呦！哦，哎呀，你這別人不抽，你再抽到他。哎，這沒有辦法，你的運氣。魔王對魔王，呀，運氣啊，最難用。係啊，今日冇一聽哦。哦。係啊。唔怕。變過來，冇變唔低。係。你要抽嘛？你冇抽嘛？三個字。我咩去沖三個字？哦，來。我哋好評，來，談過來。山歌兩愛那
哎，珍珠鸡哈，哎，珍珠鸡，哎，你的法莲的朋友，嘿，係啊，雙禮拜要來，有兩位雙禮拜，法蓮書鳳用咧鳳林，係嗌鳳林，伊就係書鳳，對，法蓮的朋友一般因為資源較少嘛，所以創安尼三太跳歌嘅較無按有淵源，但是佢創嘅有淵源吼，好幾機會咯。差唔多3-4年咧，但係係嗬都冇機會有唱。冇機會有唱嘛，因為鳳林接有辦法。因為我嘅位嗬，愛靠嘅人嘅是伴唱帶，冇個現場嘅樂師嗬，同埋都指頭。你佢連講法都像唱歌一樣啊！很多千多數嘅動作。對，鳳林也去過啦，但是冇乜個印象，那去嘅時全部按步跳。我個名山係黑金剛，韓國剝皮辣椒。黑金剛哦，黑金剛是黑的飯條係嘛？剃條呀？剃條。有太亮有黑色的嘛，我知道。很歡迎大家到鳳林觀光。是。那你們家有沒有做花？不，買菜做地。買菜啊，買菜沒做的。有香蕉。做健身教練。健身教練。哇哦。教練哦。哇。您这种身材有救吗？有呀，可以组团有便宜吗？我们有会员，就是来我们健身房减了10公斤啊，才10公斤，很多呢。好啦，很多呢，很大声，10公斤笑得有点大声，看不出来。对呀，一点点而已。佢上擺做夜下幾件減咗15公斤，你咁看得出來？幾開始數字，沒有禮貌的聲音，冇禮貌。好啦，廖偉聰的向學長的講評咧。高總請上。新聞吼，김偉聰呀《三國志》選評選，伊本身嘅飲食吼1斤量，也基本上來講，因為佢特別有練過創強嘅嘢。故所佢有沾到個油點啦，佢對創啊東西吼，佢比較較理解按樣嘅去處理啊個創強。但是因為有啲部分係必須要留佢講吼，也個天意機嘅2、3工嘅工吼，也個人講遠啊吼。田母啦，2、3兩工啦。第3句人衰親，也就親是創無啦個哈。你出無啦，故所創無啦個。喺咪創到也個天意機、天時機下有呢時節吼。一天嘅溫習嘅時節要注意，前嘅韻讓會有拉長。彭秀記創也三國志，有咩以後呢？佢喺聲音各方面有咩算良好堂啦嗬。唔過佢今尾創嘅嗬，有幾隻部分也老提出來啦嗬，因為經營談多啦嗬。佢用自己嘅客家音，因為唔係唱大音，唱標大音可能本身嘅聲吼高音較好，到大音嘅時節，唔知我本來就聽到較無按腰啦嚇，不當處啊嚇，也係一個較無好嘅素材。天意機自古流傳，自古流傳大音，傳一下就掉高音。我記係從某隻角度來講，也係一個嘅技巧。但是因為唱嗰隻傳世母親孫哦嚇，重要天時機咪重要，今日唱多嗰隻都是咪，但是唱多嗰隻都是唔唱嚟較好，但是傳世冇按好。好，安尼攞伊下一擺衝來就冇乜嘅問題，再加強啦嚇，加油哦！是咪？好，蔡明珠先生。好，
先来讲新闻，吼。头先我哋教总讲嘅同样，安尼意思吼。我发觉迄我要注意一下，迄因为每节来人嘅时，三更嘅时节就话吼，跟麦克风跳脚开咧，吼，有小可按习惯性唱舞台当表演，伊话要按容易徛哈按吼，所以每人来嘅时间是麦克风徛住咧，所以是本人堂道吼，连每团体咧。安怎段位啦，吼，团媒咧，安尼吼，我发觉两三根本日咧，吼，创出来嘅素材，问题啊差唔多，两三基本上嘅歌声全部有清润、清嘹亮，哦，主要是迄个头先教总讲嘅流传，忽然间冲上一下多年，吼，所以我敢讲两三有变啦，吼，但是这家专业行而研究用本人做得本期平顺的话，莫忽然间按唐突的走出来，按用人的人，你是当乖的，吼，三哥唔免按用人唱的，吼，你是这个要去做，好冇？吼，注意一点，加油！有变啊，有可能会平分哦。係哦，呢個看張地哦。來，先嚟看總新聞嘅分數。好嚟。5分係啊，好啦，可以啊，看下彭清秀嘅分數。係。呢個咪乜酸嘅嘛？平分啊！係你去平分呢？係有開飛。實際上度係開飛下討論一下。雙腦嘅啊！經過大家討論，還是肯定兩位就大概實際上度，不過也就新聞線簽字同等於講通過嘅金修字就下禮拜會轉來。按這了解。這部個呢比賽方式一定都有分出勝負嘛，雖然兩位分數會強分，但是哈。有一位簽字而先淘汰了哈，但是我想嘉欣然後一定要本責轉來，好，係咪哈？前途兩位恭喜啦哈，就這樣，好來，合作消息。一次就完了，一次就完了，對，比不完了。對，來恐怖箱拿來，家你車幾個時陣講，1號出到2號，3號出到4號。我按你順便下去，5號出到6號嘛，來，可以，來。哎呦，范金文哈，7號，7號，8號，很準。你好，兩位主持人哈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對啊，而家做韓語人後尾3位，後排啦，嗰3位哦，係啊，安都。父母字嚇，他講有好朋友啦，好朋友啊，好朋友，都像個姊妹一樣，像姊妹一樣嘛，係咪？係啊，看一下就，來看一下，係咪出到總分嘛？嚟，注意下，中得看哦，好。我想出到咧，哎呀！總分妹啦，分妹啦，夾妹自然做得錯一下。對啦，中央妹但是分妹唔係夾妹啊，嚟。講妹出道，是偏就會出道，嘿，講到就出道咧，嘿，很準哦。兩個大夫圈呢啲啦，嗱，睇朋友啦，出來都啲都熟識嘅啊，好朋友。兩個感情較好都得。係啦，即係講萬人。冇多咗來都排泄啦，係啊！你冇量啊，你變到進入6強先好啊，你嚇。阿楊最好啊。梗係啦。冇辦法，有人自己出道呀。自己出道冇辦法。好冇相關。冇相關啦。平常心就好。你出道唔會驚啦嚇。唔會啦，平常心就好咧。平常心啊。今年都帶嚟乜嘅？係唱平板，我唱老山歌，來變翻啦。嘿。
两位好朋友。嘿啊，好朋友。就互相就讲讲处到对方啊。对啊，好就处到。大家看资料，今日请讲处到期啊。嘿啊。今日请讲处到期啊。结果就处到了。就处到啊。嘿啊，拄好。嘿啊，拄好。唔怕啦，唔怕啦。冇，我想讲。良性竞争，良性竞争。创造好强嘛个，对嘛？嘿啊，创造好欣赏，要分量啊留下来啊。嘿啊。就将迄两位吼。讨论一下，偏分签死的嘛，但是还要留下来嘛，吼，唔是讲平常心就好，平常心就好了，嘿啦，就这样去参加个贺寿会，表演，上台表演，上去表演啊，有啊，唔咩参加，我哋都個後數會失班，要排節目啊，要排節目，我都特別會唱山歌，唱山歌。大家唱神氣就好了。係啊，北人做嘅，有啊，佢北人做。哦，一隻船頭坐唔到，坐到夾腳撞嘅。夾腳撞啊！都冇得，摩擦唔到唔錯。係啊，佢探唔到唔錯過嘅。係啊係啊。打上嘅。好啦，大家快樂就好了。係咩？快樂就好。係啦，錯。跟有一項乜嘅東西嘛，像嗰啲金文字係咪要學天字琴？天字琴有琴沒有？七家教，七家教，沒有啊，冇先生教，冇唱先生教啊，七家教，七家用我教，七家糖，七家糖，哦，七家學先做錯嘅啦，七家糖做的披薩糖唔得，希望有機會，七家糖做，七家糖做的披薩糖做，盤七家鹽做嘅，七家教啊啦，啊你有機會吧？吼，真係啲人節目來展現一下，好嘛？哎呦，冇乜教咩？唔會啦，唱歌都講做。你張樂坤啦，張樂坤，唱得嚟就唐先生講嘅，謝謝。好嚟，安尼翻新聞數字吼，你上過是攞演員強落加強落修正強落太上過嘅，太上過，太上過嘅，當太上過嘅，唔會查。唔過乜嘢都要練，唔好記得唔好嚟唱小強老師嘅工作就好啦嚇。冇可能啊，冇可能嘅。代班之後，代班。你係感覺鬼數嘅創意咧嗬，準腳做咧盡心當到啦，行到見準嗬。跟住盡心嘅適當嗰陣，而咩你鬼數嘅行到睇翻你七隻時入去到甚至隻時入準見準。好，講完話時數驗多少嚟驗，我注意下嚇，冇準咗就去杯驗測唔拉你我記得啦嚇。好，蘇木先生。即係父母知嘅轉腳動員啦，你從頭上台嘅，上面衝快睇到。山歌唔好山歌，今日幾首歌嘅轉腳前咯，但是本人咁講，而幾首歌嘅拉驗 keep 住，嚴重嘅 keep 住，非常嚴重嗬，兩隻都要切掉，一個準，一個 keep 住，我唔知一盤馬上好，我看其他先生用咪盤用，意思冇法都盤出來咯，係啊，唔拖就好。OK， 好，唐先生，唐先生嘅講法。好，千文字嗬，佢唱喺羅山歌，佢天堂老天一堂，我接來唱喺時節啦，個田頭都唱久咧，尤其個麥克風要卡開，卡轉來下要一段時間，差到幾秒鐘，所以一首歌唱下來要啊，本人感覺到唔太見唔到做乜嘅。得唔得到唔來啦，所以都係班神就當歌要啊，唔知唔曉嘛啥，嘅愛彈嘅人啊，是話真艱苦，真艱苦艱辛啊，所以你要去個一氣呵成。羅山歌雖然係自由版，但是你咩愛唱比如順來啊、高帶啊、愛順，做唔得一路按太上，往戲嘅素材咪強壯，愛。阮去迄種屁股做去做到肚臍爆爆，做到了尾啊，太太食嘅時慢慢飆出來嘅，唔係阮去迄鏡頭都個阮去，一下子做出來，是冇每件是冇戲的嘛，父母姊妹空中，阮做到當獎，一堂唔開口唱嘅時，我老謝繼國老師兩啥是對看下，也阮有獎。但是快啲都搬動昂落地上，唱啊唱
有啊，该倒是压贴的，都每人全部全部会按来上嘞，吼，所以可见你该欢喜的所在，含迄无调整过来，吼，一出一来，落出去表演无空中哦。哦，出去表演，此菜你用满眼唱，因为某人打分数嘛，好，所以你是唱开心的。但是到了未来，一直死来，让康，所以做饭人，吼，实在吼真难为。什么老师字头啦？对哦，哈，汉白好好通宵了就欣赏，我是他长命对哈。什么欣赏？什么欣赏？哦，大家要注意啊哈。啊，什么欣赏？哎，奇怪哦，这里送2礼拜上银子较好用，要礼拜又啥的。小可一啲人道。哦，有人道小可一啲嚟。用阿冇人道咧，唔作神咧。細聲冇作神。好啦，嚟看本書，好啦。先嚟看翻經文嘅分數。什麼欣賞？90分啊，做得啦，冇淘汰分數啦，好啦。稍來看總父母嘅分數。上家唔得，冇留佢。係啊。需要動物寫得仲係啥呢？係啊。創鼻糖。係啊。好冇？表演面。係啊。好。你做對了，你做對了。做對了。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稍來看總父母嘅分數。好嘞。我爸爸。这下真惊，你去做人分数档案呢？什么状况不好？因为状况不好。状况不好，自己知道，自己了解。自家啲啊，我想講啦，我想講，唔怕啦，反正如果去客服總會別人種就咁容易唱嘅。唱開心咩？我想講，唱開心就好。牙會哦，唔會啦，牙會按別人種作，重要。太個同樂啦，太個同樂。你就唱本自家彈去啦，自家彈。好啦，安尼看樣板啦，吼，係啊，先講起啊，現場討論啊，可以拍大本做啦嘛，吼。好啦，安子姐，什麼欣賞？什麼好了，陈亮威来。最后一组了，来出一下先后。恐怖箱来。谢谢小马哥。好的 ，TV 成员发行商 ，TV 好，香港妹，下来欢迎来到舞台当中。来。他是主动用力，唔會加，我喺度節目內有做加，冇啦，加吧，有辦法做到呀。係啊，冇漏佢。係啊，有動物寫得仲係啥呢？係啊，創鼻糖，係啊，好冇？表演面，係啊，你做對了，你做對了，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。那做乜嘅？啊，落山歌，安逸咧。那咁樣係平板，好嚟，彈過嚟啊！上家唔得。山歌啦，
苍来。本麦对待，阿妹嘞，苍来呀，本个风啊。哎，好，冲刷嘞，冲刷嘞，系啊，两位对，阿法国啊，阿法国，嘿，自从上拜到遐比赛以后啊，甲朋友啊、亲戚朋友讲，看到的啊，唔会冲啊，唔会冲，其他当多个歌唱比赛无伊比啊咧，对啊，都落一比，按摩按呀干咪吃哦，免味有拉破啦，安尼客家嘅青苔嘅水苔比水平衡都来比。好，无意思的哈。做来比的，其他比赛冇问题。就从来就死啦，天天。系咪？在那边反正。所以都好好留啊，播种啊留下来。欣赏留下嘛。含啲咧，等下种啲嘿。啊，但係哦，叫咩叫啊？咩係動有愛心？係啊，係啊。知道青島你來參賽嘅朋友都真有愛心嘅。因為安尼吼，因為按拄好安尼也來參加安尼朋友。全部對嘅長照照顧老人，關心老人家嘅。你啊又退休咧，孫兒又大咧，孫兒又讀書咧，太咁閒咧啊！哦，就我們可以做的是盡量做安樣嘅啦，就去做志工。對。一定沒有福報，聽錯有啊！按有福氣啊！你看按有福氣啊！你看那按太。唔會啦，還好啦，你比同佢黃少元比來唔談孫。你攞嚟比下好冇？我哋比啊。係啊 ，OK， 哦，哎呦，算客氣，客氣咧。我當先生嚟講邊嚟？高東先生。各位先生已經上學青苔行，嚇，唱歌嘅係青好，唱山歌一定好。啊，因為唱嘅老山歌基本上嚟講四平八穩。但是有一個問題，你唔知係你唱歌嘅習慣呀嘛？你可以試入動態上，你要見嚟見寫上，也要去研究一下吼。也可能戲嘅安排，
因为你做的关系啊，但是我谈到大机头都特别强啦，到下来嘢就見來見面向就冇乜解嘅人咧。啊，可能根本嘢要到感冒嘅乜解？係。故所你嘅創業嗬，全部見來冇些，也當我就時睇去，嗬。唔過我談創千成次，你創頭機搬家錯唔會咧，你都創山果嘅時節就變咗就嚟睇走睇半果貨要咩重樣，嗬。也對創羅山果嚟講，安尼情形下就冇乜嘅 email 啦，嗬。談到來就自然啲，就較冇唔樣面嘅啦，嗬。小剛妹手指啊，嗬。唔創喺平板入面，算到係平順，嗰個也上也清亮啦，嗬。不離個也嘅唔可能個人創到清好，你讀到要較大型嘅時節，像天氣漫遊三春嘅春，你創大下來嘅時節，就要壓提去哦嚇。你做哋吃糖看來係有係問題。唔過電視機就像老歌，鄉野家嘅歌，唔將我大下來唔會有係問題呢。但是就唔係做嘛三春嘅特事，唔創嘅時節會有係問題，也可以再研究一下。加油！好，阿夏，車傑先生，好，我也簡單同梁生來分析一下。我看法同高中嘅傾向差唔多，但是呢，我這邊講係另外一種創嘅冇乜問題，就日常都民怨就落起嚟，也係嚟當睇問題。再過來就，創過嘅啊，你要將人嘅感情動作做出來，像人講發傾向書我拿出來，那要講從頭到尾一支麥克風創到跳咯，嚇，就變你講人感情動作就冇做出來。表情也對吼，也個語法個人也要注意下。好，面向甩上嘅部分，因為你語言就要按這樣嘅上做麻煩面向甩，吼，也係面自己本身允許嘅種些問題吼，所以再慢慢嚟思考嚟吼。至於講一個調感嘅吼，而創嘅平板，坦白講，而創平板原來也創親像，但是我感覺吼，也來自家聽到啦，了就來。就像來老衲來過啊，都是類似，所以這個類似哦，以前人講嘅很多貼士啊，很多也係其實冇貼辦到，好冇貼辦到嚇。希望講喺白係要製業也嘅製業16強也喺白係唔自家就要注意下，喺講也嘅其實係咪冇搞到很多，好，兩位再加油嚇，加油！好，謝謝啊，好的，嚟看一下兩位嘅分數。請嚟看陳雲發嘅分數。好。有了分數當然播。係啊，88，88。好啦，另外一邊。沙嚟看調感妹嘅分數。動物呢，動有痴心有嘅。冇經驗，即係結果啊，係咪？經驗冇啦，冇足啦。好，安尼歹勢啦，歹勢實力哈，下200又幾筆那個來，冇款現場要本質做人冇問題咧。謝謝。好啊，恭喜你啊！謝謝，謝謝。好，多謝兩位來回到社區。什麼太感恩？就這樣，就這樣。安尼今日節目結束了哈，好創歌嘅夾夾落報名，夾夾大天花來哦，人叫667人，人叫人還有傳真天花，人2277813。好，等一下睇下落報名啊，等一下天花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係咪要多謝哈？你辛苦嘅評審先生哈，謝謝，安主席，多謝。謝謝啊！各位傳真者繼續加油，謝謝大家。什麼小天老師，還有郭先生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了，工作同仁們也辛苦啊！現場工作人員辛苦了。希望大家唔記得下禮拜9的時間的收看呢，老年大比賽，老年